千月姐姐，你即将临盆，哥哥放心让你出宫吗？皇上已经准了。爷爷好久没有见到天赐了，我想带他回云王府。爷爷见到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其实，你是想给哥哥和叶倩嫂嫂腾出独处的时间吧？毕竟，他们才是夫妻嘛，总是需要时间慢慢培养感情的嘛。走吧。此事若是你办妥当了，不仅以后全家衣食无忧，贵妃娘娘还会特请苗医替你父亲看病。若是被发现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小的一定守口如瓶。嘴巴越紧，我们才越好救你。这两天天气这么好，哪天我陪你出去走走吧？好。娘娘，这是御膳房送来的，娘娘最爱吃的栗粉糕，是陛下亲自吩咐的。多谢陛下。唉，皇上哥哥可真是偏心啊，都不想着给妹妹我送2块。我这几日害喜，也是吃不下这些东西。那要不，千月姐姐，我帮你吃了吧？好啊，你多吃点儿。好吃吗？千月姐姐，你说我这小侄子还有多久才能出生啊？应该快了吧。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快传御医。是，公主，清暖。公主。怎么回事啊？回禀皇后娘娘，公主所中的乃是夹竹桃的毒，所幸误食不多，吃了药休息2日便无大碍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药中竟然掺杂了桂枝。这夹竹桃和桂枝若在一起，孕妇误食会致堕胎，而且药性甚烈。稍有不慎，一尸2命啊！皇上，人带来了。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！胆敢毒害皇后，说是谁让你干的？一句不实，千刀万剐！陛下，是阿娲姑姑吩咐的。胆大包天！这件事还有谁知情？是不是贵妃？若没有她，你们敢有如此恶胆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说！陛下，皇后娘娘，皇后怎么了？不知怎的动了胎气，这会儿就要生产了。陈留，把这个婢女拉下去乱棍打死！是。皇上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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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我宫里就只有阿娲这唯一一个妾了，求求你饶过她吧！若是皇后和孩子有任何差池，你别怪朕，连一点情分都不顾。你若是还想在这个宫里待着，最好和这件事情撇清关系。来人啊，将贵妃带回广明殿。无朕旨意，不许踏出一步。是。皇上，皇上，求求你饶了阿娲吧！皇上，我求求你饶了阿娲！年轻人，你放了阿娲吧！
恭喜皇上，娘娘生了。皇上，丫头，皇上，娘娘实在是乏了，睡着了。这就是朕的孩子。恭喜皇上，这是位小皇子。长得真像他娘。朕真希望他现在就能睁开眼睛，第一眼便记住朕是他的父皇。老爷，有人在外求见，说您看了请帖就会明白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你就不怕我将你们的下落禀告皇上吗？怕，我自然怕。毕竟天圣朝野谁人不知，秦相对叶氏皇族忠心耿耿。可不知秦相有没有想过，自从新帝继位，从前那君圣向贤的境况，可还是一如既往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秦相此刻的脸色颇为难看，这恰恰佐证我没有说错。我们秦家与新帝之间是融洽拥睦，用不着你这个逆贼在这里指手画脚。是吗？秦相莫不是忘了，秦都官跟三殿下可是有过婚约的。我可是听闻，秦都官因为一点无伤大雅的小事，便被褫夺了阴阳卫首领之职，至今尚未复职。而云家却一夕之间享受无限尊荣，几乎凌驾于秦家之上。也难怪秦相寒心，连三殿下都在为您鸣不平。哼，三殿下大费周章，故意将你派来向我说这些诛心之言的。没想到他大势已去，仍然是不死心呐。三殿下此时的境况只是一时的，秦相乃睿智之人，难道要继续效忠一个过河拆桥的无义之君吗？如若秦相愿意辅佐三殿下的话，哼，我秦家世代忠良，就是受了点委屈罢了。但是效忠叶氏，追随贤能之心，依然是九死不改。况且皇上也只是暂时被红颜祸水迷惑了双眼，相信他终有一天会幡然醒悟。到那时候，他一定会意识到我秦家的不可或缺。哼！殿下，我知道了。没想到连秦家都拜高踩低，落井下石。秦相这只老狐狸，在官场混迹多年，没有得胜的把握，他自然不会轻易冒险。那我们下一步要作何打算？挑他的软肋下手。
皇上，阿武他怎么样了？朕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狠毒至此，竟能对皇后腹中的胎儿下手。连皇上都认为是我指使阿武做的。若不是你，他敢收买宫女，假传圣旨，谋害皇后。叶倩，你哥哥在乐旗虎视眈眈，对天圣关外赛道觊觎已久，这是顾及你的颜面，不想大动干戈，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结果呢？你是怎么报答朕的？认定朕刁难你哥哥，又因为嫉妒对小丫头心生歹意，你还想让朕怎么做？皇上，我承认我嫉妒千月，我心里想过10000次想把他杀了，可是我叶倩从来要的只是你的疼爱，而不是为了得到你的憎恨厌恶。皇上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饶了阿武吧！是我一时糊涂，才让阿武做出这等事情。阿武忠心待你，现在更是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，说你对夏毒一事毫不知情。好，既然他一心求死，朕就成全他，也算最后保全了你。皇上，臣妾知道错了，求皇上饶了阿武一命吧。阿武是臣妾在宫里唯一的亲人了。天佑皇后，让她顺利诞下皇儿，你仍可以继续做你的贵妃。这是朕对你最大的仁慈。我可以连贵妃都不做，要不皇上把我们贬为宫人，我天天去皇后跟前伺候她，我都行。阿武是我最后的亲人了，我不能这么抛下他。晚了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宫里便再无阿乌的存在。启禀皇上，礼部给皇子的名字已经拟好了。皇后娘娘听闻之后，特意来请皇上去荣华宫。还有一句，说人之初性本善，有错也是错在自身。到了这一刻，皇后心里还在想着你。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可爱，生得如此聪明健康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千月，你辛苦了。母后，可是我怎么听说这孩子月份不足啊？母子平安便好啊。青暖，你看这孩子长得像皇帝多一些，还是像钱月多一些？母后，你就别为难儿臣了。自儿臣懂事时起就觉得所有的小孩都长得一样，我最怕的就是别人问我孩子长得像谁。你这孩子。不过我倒是希望他长得像皇嫂。为何？皇嫂漂亮啊，如果像皇嫂，将来相貌一定不凡。青暖说的没错，给母后请安。皇上，快来看看你的孩儿。小家伙，睡醒了？小丫头，礼部选了几个字给孩子，朕挑了3个，你看看可有满意的？这椅子寓意多才秀雅，上下敦睦，朕觉得不错，你觉得呢？我更喜欢“灵”字。灵字
有奔驰升腾之意，确实更适合男孩。朕也希望这孩子能凌风入云，拥有快意潇洒的人生。这个名字甚好，灵儿。秦相，贤侄啊，又有什么新的消息了？皇后平安产下一子。坐。这二人倒真是一对儿啊！一个不声不响的生了个儿子，另一个更是胸襟四海。他真的愿意当这个便宜爹，叫人佩服啊！近来宫中传出消息，说那个孩子是个早产儿，只怕血统不纯，尤其是四皇子平白无故的就夺了大位，朝中仍是有一些质疑之声。那我们就更不能坐视心地，玷污皇室血统纯正了。一个被质疑身份的皇子，对于心地来说，你认为是好事呢，还是坏事呢？啊？诸位爱卿，消息真是灵通啊！朕刚刚喜得一子，诸位爱卿便前来恭贺。启奏皇上，皇后所诞之子并非皇室血脉，臣等恳请皇上明察。恳请皇上明察。放肆！污蔑皇室血脉，你们有几颗脑袋？皇上，皇室血脉事关国之根本，自古以来便容不得半点污秽。臣有证据证明皇后所诞之子并非皇室之后。证据？难不成你在朕身旁安插了眼线，偷窥朕的饮食起居？臣不敢。皇上，既然孩子已经出生，只需反推便可得知皇后受孕的大概时日。据臣推断，皇后受孕的时日正是当初皇后失踪的月余时间。当时先帝病重，皇上日日夜夜都在朝中，这也是众臣皆知之事。只怕皇后当初进宫之时已非完璧之身，请皇上明察。请皇上明察。皇后清白之躯，朕比谁都清楚。至于时间不符，是小皇子并非足月生产，而是意外早产。皇上，若是意外，那宫中为何没有记录？还请皇上彻查此事。你是在质疑朕？皇上，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是宗正府的职责所在。皇上若不能消此疑虑，宗正府将拒绝为此子登记玉牒名册。请皇上圣裁。皇后早产之事，皆因贵妃缘故。贵妃管教下人无方，让宫中奴婢因为嫉恨，在皇后娘娘的膳食里下了毒。虽然皇后无性命之虞，但到底受了药性，导致皇后早产。朕已经处置了那名奴婢，你们借此诋毁朕和皇后的清誉，此等行为，恶毒之处，不亚于下毒之人。再有违言者，通通严惩。哼，简直是无稽之谈！哪有毒药可以治人早产之言？皇上是被云王府的妖女迷了性了。皇室血脉纯度不保，国之大不幸。昏君呐！是如此啊！来人！赵瑞明构陷皇子，污蔑皇后，以下犯上，杖毙！
是。昏君！皇上色令智昏，国之不幸，天圣将亡矣！昏君！当着你们的面儿，今日朕便要立皇后之子为太子。日后谁敢妄议，下场同他如此。是皇上。你怎么下床了？皇上，请你饶了阿吴和赵大人。你先起来。那些谣言以后不会再有了，放心吧。皇上，这件事情本就是臣妾的错，你切莫再因此事而伤了忠臣的心，更不能让叶倩落得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这不是求情的事，他们一个谋害皇后，一个非议后宫。这都是死罪啊！皇上，可毕竟未酿成恶果，赵大人更是为了皇室着想，才大胆谏言。皇上，你刚刚登基，切莫因为臣妾而失了民心，落得个昏君的名号。是朕太冲动了，朕依你，免他们死罪。谢皇上恩典。殿下迟迟不肯下定决心，是否还是顾念那位旧人？人非物，何来新旧之别？我知道，你对慕容将军谋逆一事还存有疑虑，你认为那是我们为了复国而编出的虚言。殿下可以自己去查证。我并非怀疑你，我只是怀疑慕容家一案是否真的跟云老王爷有关。况且这一国的血债，也不该由天圣的百姓们去承担。还有一事，我始终都有疑虑：倘若当年云老王爷处心积虑想设计慕容家，那吴虞为何又抢先一步灭了慕容氏一族，并且暗中追杀于我呢？那你还是怀疑我？不是，至少吴虞的出现，证明这件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。我一定要查明真相。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吧，阿武？你终于回来了。娘娘，陛下说，看在娘娘维护了皇家清誉的份上，这才放了我。不是我，是皇后替你求的情。我们不说这些了，你回来就好，你回来就好。可是他们怎么把你伤成这样子？娘娘，我不要紧。陛下有没有为难你？为什么这些事你都要自己认罪啊？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去承担？娘娘什么也没说，本来都是奴婢的主意。我看不惯他和云皇后一起欺负娘娘，凭什么他的孩子能平安落地？不要说，这些仇我都记在心里了。日后我一定会慢慢向他们讨回来的。可是阿武，从今以后，这宫里只有你我二人，如果连你都不在，还有谁能真心待我呢？以后就只有你我相依为命了。娘娘。昏君，昏君，你残害忠良，痛杀我也！
没用的东西！出来说话吧。果然是你干的。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，只是他办事太蠢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言官都能挨了板子，让朝中大臣们更觉得他们的新帝是一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昏君。秦相现在十分惦念你的安危。我知道，不过眼下我还有件大事要办，办完了，自然会回去见我爹。什么大事？慕容家的案子是云老王爷定罪的，这么大的消息，我当然是要通知荣景的。这是哪里？是一位故人的居所，他姓孟。老伯，您当真是慕容将军的故交？老夫14岁便跟随在将军麾下，一直跟将军征战数十载。当年慕容将军为何归附天生？大齐被灭后，将军一直活在灭国痛苦之中。他为了保全齐国最后一丝希望，忍辱负重，归顺了天生。孩子，你便是将军之子，我们的风公子吧？他是我大哥，我是风儿。老伯，你刚才口中齐国最后的希望便是他，他就是我们齐国当年的太子。太子殿下，快请起！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！老夫竟还能活着见到太子殿下！快请起！孟伯，既已归顺，请您告诉我，我爹娘究竟为何而死？慕容府究竟因何而灭？难道真如他们所说，是因为谋逆？不，当然不是。天圣皇对将军明面礼遇，实则忌惮。他一直派人暗中严密监视。纵然将军存有复国之心，却并无机会真正实施。将军是被那些丧尽天良之小人诬陷致死。是何人诬陷？他就是当今的云老王爷。当真是他？我一直以为他是儒雅名流之士，能够辨明是非。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莫说太子殿下看错了，就连将军当年也被那道貌岸然之徒给蒙蔽了。他云府表面与慕容府交好，实则是对慕容长子的身份起了疑心，蓄意查证太子身份。后来，他散播将军有不臣之心，向天圣皇主动请旨审查此案的，就是他。旨意一下，案件便被草草盖棺定论。慕容府当夜遭抄家灭门，300口人一夜屠尽。他为何要这样做？
为了权势，天圣皇表面对慕容府圣眷隆恩，此等捧杀，自然激起朝中愤慨孤立，更是危及了云楚庚这个老狐狸3朝元老的地位。梁朝将军的府邸，满门上下300多口人的性命，还有我爹一生的威名，就这样被任意抹杀，作践入泥土吗？太子殿下若是不信，可潜入帝都调查。风儿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至于以后的路应当如何走，我想你应该已经清楚了。至于太子殿下，不知道你是否也已经清楚？哥，我慕容氏无辜之人不能这么冤死。母后不必担心，皇兄已经平息了谣言。叶倩这孩子平日里挺好的，怎么下起手来如此狠毒？幸亏月儿没事，否则若万一有个差池，贵妃娘娘她肯定是有苦衷的。这次也得亏是她挺身而出，才让大臣们无话可说。母后，你还是先消消气，只要皇兄和嫂嫂感情好，就什么都不怕。哀家从小看着你们长大，自然是明白皇上的心思。这也是浅月当时答应入宫，哀家没有阻拦的原因。可是他的心还沉溺于往事之中。母后何出此言？哀家还没有老眼昏花。青暖，你向来懂事，又和浅月情谊颇深，以后你要多多劝慰他。往事不可追溯，珍惜眼前人才是最重要的。睡着了。皇上，您也劳累一天了，不如去广明殿休息。我在这里也好独自照顾孩子。你明知道朕不想见他。皇上。我还是不相信此事是叶倩所为，她爱你至深，断不会犯下让你们此生不复相见的大错。这当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皇上，惩罚既然给了，安抚也要有才是啊。朕已经放过了阿武，他还想怎么样？既然已经开了恩，何不给足恩典？彼此间以后也有个回旋的余地，不是？正好我想向皇上汇报，明日想带着灵儿回云王府看看爷爷。这怎么成啊？你现在不宜四处走动。我刚诞下皇子，在这宫中住着，实在是不习惯。回云王府有爷爷和堂姐照顾我，也能踏实些。宫中有叶倩陪着皇上便好。小丫头，跟你在一起，朕真的很幸福。不过有时候，朕才是那个最多余的人。好，朕便准了你的奏。谢皇上。爷爷，浅月生了，她生了个皇子。是吗？是皇子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丫头怎么样？爷爷放心，母子平安。好。您说这浅月啊，还真是好福气。这以后啊，肯定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了。你这个丫头啊，不要浅月的，老是挂在嘴上，小心惹祸上身。
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爷爷，这皇后娘娘可要回娘家多住几日。您给你宠外孙的礼物准备好了吗？哎呦，忘了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哎，对了，你呀，多关心一下南世子，别冷落了人家。他呀，他对我好还行，他要对我不好，我才不理他呢。哎呀，我去给我重孙子买东西去了啊，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。嘿。哎，对了，采莲，一会儿见到爷爷，你可记得说我在宫中一切都好，千万不可提起宫里的是非，知道了吗？娘娘，你也太心善了。其实我都知道，你是为了腾出机会让皇上和贵妃娘娘多些独处，对不对？虽然你在宫里的时候也总赶着皇上去广明殿，可你在呀，他当然不肯了，所以就只能你走喽。你也太啰嗦了，这絮叨的毛病可别传染给孩子。我絮叨吗？真的不必与你一同前往？有贤哥在就够了，人太多反而容易出事。你留下来和玉阁主也好有个照应。大哥，我陪你去，正好一起把那个云家老贼抓回来。你守在这里，等我们回来。既然如此，就快些上路吧。贤哥，照顾好殿下。是。走吧。什么人？是你？怎么会是你？你不是去了越州了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……可惜，我对你还是失信了。那些都不重要。活着回来就好。跟着我到最后，恐怕什么也不会得到，包括你想要的后位。当初你是因为这个，我们才走到一起。现在，我也不会怪你与我分道扬镳。我是不会弃你于不顾的。你何必要跟我这个无用之人再有任何瓜葛？我只会拖累于你。我不怕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。我相信，你一定可以东山再起的。你了解我吗？我了解你，因为你和我一样，都是不会认输、不会轻言放弃的人。叶天意。我早已心中安许，这一生，我秦玉宁一定会陪你患难与共。我可以不要什么天下，什么后位，我只要你好好的给我活着。你知道吗？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每次听到有关你的消息，我都提心吊胆，因为我害怕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玉宁，你为何变得如此儿女情长？我势必要为你打下一片江山，不能让你这般委屈的跟着我。
只是眼下，我需要能助我一臂之力的人。你需要什么人？沦落至此，怕是只有从你父亲手中借出护符，我才能有机会夺得一席之地。天意，我真的什么都可以帮你，只是我不想把我爹卷进来。好，我不勉强。难得见上一面，我有件礼物要送给你。后巷玉府，这是什么？荣景的藏身之所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他们这次进城，怕是冲着云王府去的。当今圣上找他们找得着急，我们倒是可以帮他们一把。